各位香港市民、各位傳媒嘅朋友，因應外界對於2025年道路交通安全裝備修訂規例嘅適用範圍嘅疑問啦，我哋經徵詢律政司嘅法律意見，認為有關於乘客喺專營巴士同埋非專營巴士上面需要佩戴安全帶嘅法律條文喺技術上面係有不足之處，未能夠完全去反映立法原意，即係話將佩戴安全帶嘅法定嘅要求咧，由原嚟嘅喺私家車、的士同埋公共小巴等擴展至涵蓋所有車輛嘅座位，為乘客去提供更佳嘅保障。而為咗清晰起見，我哋會盡快安排，首先刪除有關嘅條文，即係話咧，我哋會令到喺目前咧係唔會有一啲法定嘅要求，乘客喺乘坐專營巴士或者係非專營巴士上邊咧係佩戴安全帶。我哋咧會係經過完善有關嘅法律條文之後，再徵詢立法會，然後再推出嘅。就住有關安全帶嘅規定咧，我連日嚟咧都聽到好多社會上邊嘅意見，有關於喺執行上邊嘅意見啦，同埋聲音嘅，有來自公眾啦、傳媒啦，亦都有來自議員。喺呢方面咧，我都係非常之重視，亦都係。然後咧，我哋會刊登憲報，再係咧去呈交喺立法會嗰度咧，係作出省覽嘅。咁呢個咧會係我哋嚟緊嘅綜合。好，嗱呢一點咧，亦都剛才我都所講啦，就住個法律條文喺草擬嘅時候嘅技術不足，以至未能夠完全反映到社會我哋嗰個立法嘅原意啦，以至到喺市民嗰個喺我哋執行嘅時候，市民嘅了解上邊咧係會產生咗一啲唔同嘅睇法，亦都係可能唔清楚咧。喺呢一方面咧，我都要承認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咧，我哋正正咧係需要咧係去就住呢一樣嘢，盡快去。我諗個時間嗰方面咧，我哋一定會盡快咁樣做，亦都咧係我同我嘅團隊啦，會喺呢一方面咧係我哋嘅首要嘅工作啦。我哋亦都咧係會同律政司咧係一齊咧係緊密嘅合作，務求能夠盡快咧係提交俾立法會咧有關嘅一個嘅附屬法例咧，從而去刪除有關嘅條文嘅。咁藉以咧就係可以去清楚去展述翻個情況。咁但係咧喺呢度咧，我都同大家所講，我哋刪除有關條文嘅嗰個嘅目的同埋個效果咧，正正咧就係會令到喺個法例裏邊係會將目前而家有關乘客喺乘坐專營巴士同埋非專營巴士要佩戴安全帶嘅呢個法定嘅規定咧，係我哋會予以刪除嘅。